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嘅係 K 線同趨勢線嘅配合。調用呢條趨勢線咧，其實可以睇得出我哋嘅行情咧係走出一波溫和嘅上行嘅。喺呢個上行過程中咧，符合一定嘅規律。比如話啦，跌到下方趨勢線嘅呢個支撐位附近咧，佢就有呢個反彈嘅動能啊。每一次回落都可以揾到我哋一個入場點加倉位，做翻一個波段嘅操作。我哋係點樣去應用嘅咧？首先，以呢個左邊呢個位置咧，其實可以見到有明顯嘅一個工具欄。打開裏面咧就可以睇到我哋嘅趨勢線啦。趨勢線咧，我哋先將圖表裏面 K 線嘅低點咧，其實撳出嚟，然後一拉翻出嚟咧，你就可以發現佢有明顯嘅規律可言嘅。呢個過程之中咧，我哋有上行嘅趨勢線當中。每一個低點佢都有一定嘅呢個支撐力。咁同樣嘅高點咧，我哋都可以做一個比較明顯嘅呢個阻力位。阻力位咧，其實有兩種畫法。第一種咧係沿住 K 線嘅實體部分去撳嘅，另外一種咧都有一種係以 K 線嘅最高點去應用。呢兩種咧，其實都有一定嘅呢個意義佢嘅一個存在性。比如話你有實體部分嘅一個最高點，亦都有K 線嘅最高點。咁點樣去區分咧？其實唔緊要嘅。比如話啦，我哋可以見到呢個位置，佢每次升到呢個位置之後咧，佢係打到呢個位置回落。咁呢個過程中，佢有一啲假動作，即係衝高之後，但係衝高之後咧，佢亦都會有一個回落嘅。喺呢個過程之中咧，其實我哋可以以呢兩個點咧作為一個呢個部署嘅方向。比如話呢個係點 A， 呢個就係為 B， 呢個就係 C， 呢個係 D。咁我哋點樣去看待咧？就比如話佢有趨勢線一，佢係趨勢線咁突破呢個趨勢線一嘅時候咧，佢下一個位置係邊啊？就會嚟到趨勢線二啦。所以咧，我哋可以發現有啲會畫出一條以影線最高點，而一啲咧係以實體部分最高點。其實呢兩條咧都唔緊要嘅。咁同樣嘅，我哋下方咧都會有兩條趨勢線，比如話你以實體部分趨勢線同埋咧以最低點嘅趨勢線。咁比如話佢跌穿呢個位置嘅下一個位置去邊咧，就會係呢個位置啦。呢個就係我哋趨勢線嘅意義，俾到一個節奏性嘅呢個波動，俾到我哋去觀察。好，今日學習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記得訂閱加點讚，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。